大家早早，欢迎收看1月初2早起新闻，我是报道。国内政治消息，咱要来关心的是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会昨举办，3位候选人是针对这个能源政策、少子化、甲台积电去美国设厂等等的议题来讨论。这赵少康伫第2轮的时，针对萧美琴的国家认同来提问，不过最后敢若补一句，嘛请吴欣盈说明来听听。针对这款的动作，这吴欣盈是呼吁讲，莫甲伊当作空气。2020次第3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会初一举行，3位候选人展开激烈的交手，交叉节目环节，萧美琴首先聚焦能源议题，询问对手核电厂要起伫倒，核废料该要安怎处理？吴欣盈认为，袂当用意识形态处理核电问题。赵少康表示，涂骹底掩埋乌侵以后，搁强固核废料。你最尊敬的美国怎么处理，我们就怎么处理嘛。美国现在在地下掩埋嘛，挖深以后把它强固起来，我们就这样做嘛。全世界几乎90%的核电国家都是这样做。那核电是很严肃的科学问题，不能是用意识形态来处理。柯银配呢是主张核2、核3研议，核4尽速全体盘查，再决定下一步。吴欣盈也提问对手安怎解决少子化、高龄化国家危机、甲劳保破产问题。赵少康阁表示，联国6岁国家是7到12岁国家高政策。萧美琴指出，蔡总统任来增加长照预算有伫顶贴。对长辈的照顾、长照政策，在多年来，蔡英文总统从他刚担任的时候，长照预算不到50亿，提高到现在会超过800亿。0到6岁国家养。国家通通养，好，然后呢，7到12岁呢，国家顾，甚至呢可以顾到晚上7点，自己在家照顾的，每个月给1万的补助啊。那另外呢，就是生第3胎的给100万。另外，劳保问题，赵少康认为应该为提悬基金管理的收益率进行，也提问吴欣盈甲萧美琴过去拢捌是美国人，那台湾甲美国冲突的时阵，被对三人阵中甲台积电去美国设厂等相关问题。大家也知道，我们台湾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能源昂贵甚至于不绿的话，其实台湾的产业是没有竞争力的。台湾也要必须快速进入这个要转移从碳权变成碳排放交易所。那有关台积电赴美碰到的难题跟障碍，我们一起在面对。他们基于客户的需求做全球的布局。不是让我们在这边扯后腿，我们应该要给他最好的支持。萧美琴强调，台积电去美国拄到难题，要同齐积极面对，也解释台湾即马无欠水欠电问题。也毋过赵少康伫第6轮伫讲萧美琴提问国家认同，只伫最后补一句，也请吴欣盈说明。吴欣盈是呼吁，毋通将伊当作空气，喊声绝对毋通无弃保，因为弃保就是失去家己的投票权。记者综合报道。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会顶头，在国民党的赵少康又宣布要辞掉中共的董事长等等的职务，也提出要甲中国来谈判讨论外交休兵。这民进党萧美琴伊嘛表示讲，会发挥家己的美国经验来深化台湾甲美国的关系。也那民众党的吴欣盈伊是表示讲，这拿赢我中国，力赢是反中国，已经失去台湾的主体性。民众党一定会行出第3条路。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会，国民党赵少康辞去中共董事长等职务，佮提出离职书签名，加做全场的焦点。媒体提问3人哪当选，安怎提供协助突破外交困境？民进党萧美琴表示，会发挥家己驻美经验，就是深化甲理念，优化关系。民众党吴欣盈是佮批评外交部，认为未来爱注重国际智慧外交。赵少康是主张应该甲中国讲外交休兵，各项经济识别得到别国的尊重。务实的做法就是以台湾实质需要的议题来找寻生存的空间。我觉得外交部就是穿国王的新衣，然后被我点破薄情杀啦。注重这个双向贸易协定跟双向的一些交流，还是要跟大陆谈外交休兵，不要再抢来抢去了。第2点，我们自己的实力要提升。伫中华民国宪法正做大选两化政策核心议题，萧美琴佫指出，国民党将九二共识化的宪法当作复国新山，这是唔对的。赵少康回击，共识演无共，强调国民党自头到尾反对一国两制，佫批评热情的大道才造成灾难。吴欣盈表示，若课中、列款中拢失去台湾主体性，民进党会行出第3路线。对岸已经明确提到，9·2共识就是一中，没有各表。不认同不能叫做共识，
这是懂中文的人都知道的。共识就是说，他讲他的，你说你的。跟9·2共识连接的宪法是一个中华民国的9·2共识，请你注意，海峡两岸呢是和平没有战争的，就是建立在中华民国的这个概念上面。在强化国防，吴欣平认同国防预算应该有关提升军人态度。刘少峰是看出爱推每一位职业军人加新能源，小比行动到3大方向，用化训练、军备升级、加力量相近的国家合作。要军朝实战化、专业化、合理化、透明化的方向改革。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们用比较高的待遇募集一些有志之士、愿意为国效劳的职业军人。能够自己做的就自己做，不能自己做的我们去买。叶评论3号要用什么方式团结台湾？甲评论比出优点，刘少康指出，这评了后，未选择有用媒体搭起对手，俄罗斯河伫个外交甲财经在庭，小比评表达关系，邀请两位对手共享各事，敬佩就会考察甲我愿意为国家奉献的理想。吴欣平是指出跨党派合作的重要性，按过不讲对哪里付出的看法，反对来讲大问题优点。记者综合报道。昨天是元旦，这副总统赖清德去参加总统府的升旗典礼了后，就随去台中造势。伊批评讲，这中共是逐摆拢要介入台湾的选举，所以呼吁大家爱支持中国上无介意的候选人。也那这国民党的侯友宜，伊是去新竹造势，伊批评这赖清德无国家的观念，到底是要安怎出来选总统嘞？另外，这民众党的郭文哲是去台东造势，伊讲对选情真有信心。甲总统蔡英文拢手提国旗唱国歌，副总统也是民进党总统候选人的赖清德出席总统府元旦升旗典礼。伫升旗典礼结束了后，赖清德要登去总统府进前，更加凯道顶悬的民众一手致意。尾仔赖清德到台中参拜公庙，大声批评中共，大家拢会介入台湾重大选举，这届是上界严重。我们敬请国人能够支持中国最不喜欢的候选人。要让他能够高票当选，这个是粉碎中国介选最好的手段。赖清德讲，当选总统会根据中华民国宪法甲即卖法律推杀国政。国民党侯友宜是到新竹造势，讲要甲新竹县市苗栗打造成甲东京国金三湾同款，变作科学城市，和北台湾规发展起。侯友宜再去先参加党中央的升旗典礼，国家党主席朱立伦到桃园大溪头寮迎亲100。朱立伦嘛宣示，国民党会坚守蒋经国的路线。是中华民国，我的妈妈这个国家保护着我，所以会守着清国先生的贡献跟牺牲，好好的建设我们的台湾。民进党郭文哲是到台东要迎接2024的出日，虽然基台的日头光并无出现，不过郭文哲也是热情甲民众做伙翕相，甲支持者签名，也呼吁民众爱选择新政治。黎明来临之前的夜晚总是黑暗的，但是黎明一定会到来。从一开始不看好，到现在已经3强，中间遇到了很多的挫折和困难。尾仔郭文哲嘛举行原住民政策分享会，谈论政见。下晡是赶去屏东参加造势活动，呼吁各县市支持者分做16路，也家己做一票语口号，爱不管一切拼一届。参加人数有几落百公尺长，郭台铭唔若讲要拍空战，嘛要强化陆战来购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日时在这个冷空气有减弱，气温回升，咱做伙来看温度。东北季风今仔日是小可减弱，也毋过受到这个辐射冷却的影响，各地透早的气温是比昨也搁较低，上低温是出现伫个新竹的关西，敢若8.4度尔尔。另外，今仔日北部甲东半部可能上高温会来到21到23度，也若中南部是24至25度。西半部这早暗温差是真大，所以提醒观众朋友出门都爱加注意。水气的方面，各地拢是侪云好天，敢若东北部甲东部地区会落低渐阵雨。好，这几天在台湾各地头拢咧办这个跨年的活动。
挂喙暗的人是有变少，所以医生就咧反映讲，这寒天是呼吸道的病毒较高活的季节，所以认为讲这年假若过了后，应该有一定看医生的临调，患者可能比平常时加3到4成。因为后果的诊所元旦下晡对开诊，后诊室就真侪人伫等。因为最近天气变化大，加上跨年甲尾假聚会活动多，人较接斗阵，佮无度保持适当的距离，袂少家长带囡仔来挂号。有点流鼻涕、喉咙痛啊，我就想说家里没有那个常备药，而且最近感冒的人很多，想说带来看一下。这几天去南投，然后发现他就是昨天晚上发烧，对，然后肚子痛。医师讲，疫情解除禁令了后，挂喙暗的人明显减少。不过最近流感甲新冠疫情拢开始清悬，3月过年，民众回乡甲旅游，较上北路南更加增加疫情传播风险。有讲每一摆年假过了后，呼吸道症状患者比平常时增加大约3、4成。这个跨年大家群聚居多嘛，那不管是流感呐，还是那个肠病毒啦，那小孩子肠病毒，还有那个冠状新冠疫苗，这通通都会造成一个大爆发流行的。疾管署也提醒，新冠已经开始进入第5波 Omicron 疫情，有过一个中下旬达到最高峰，一天围着人数可能来到2万人。另外，流感疫情也继续清悬，会伫过年前后会上悬。呼吁副校应注射公费疫苗资格民众赶紧去注射疫苗，来降低围着了后重症甲死亡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该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咧？咱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联合报最近这几档这诈骗的金额甲案件是愈来愈多，对109年开始，一直统计到去年的11月底，都有3万多件，而且这个诈骗的金额是超过79亿，这是历史上悬的纪录。自由时报。教育部提供这个中小学甲幼儿园老师免费的心理咨商的服务，今年佮补助地方政府对每档650万提悬到6000万，也甲教保人员算入补助的对象。中国时报。台北市立联合病院的妇幼院区要向这个专职机构去发展，打算伫个儿童节进前会设10到14张的产后的这个照顾的病床。卫生局希望讲，伫个2026年进前会当全部完成。昨是2024的元旦，由这个元旦圆仔来出世。即马因为台湾已经连续3冬人口拢是负成长，有妇产科的医师就有讲，这去年圆仔的人数可能会搁创新低，无到13万人。抱大出世的宝贝后生，妈妈笑甲真欢喜。27岁林小姐本来遗产期伫1月中，无想到初一透早熊熊水皮破去，紧急到病院了后5点外自然生，顺利生第1胎，嘛意外变做元旦囡仔。就还蛮兴奋的吧，就当时也没有想过，能生到元旦宝宝，对啊，就还蛮觉得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吧。2024头一天，各地病院拢欢喜迎接元旦囡仔，因为台湾已经连续3年人口负成长，死亡人数比出生人数较侪，而且出生率逐年降低。根据内政部统计，2020年新生儿的人数有16.5万外，不过到2022年新生儿敢若13.8万外，拢创下历史新低。有妇产科医师预估，去年2023年出生的人数可能较无13万人，甚至今年2年出生率嘛无乐观。很多人就是说我计划我明年要生啊，就开始很兴奋啊，是龙年啊，然后或者是我们诊间看到的产妇会变得来做产检的会比较多啊，可是目前看起来都跟平常差不多。根据统计，到初一下晡5点1个为止，台北病院甲3总分别有5个元旦囡仔出世，国泰病院有4个，台北市联医有3个，台北中京病院有2个，大安甲新光病院各1个。意思是讲，少子化已经变做国安危机，现代少年翁仔某无愿意生养囡仔，主要原因也是甲经济以及整体育儿环境有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看，昨虽然是元旦，也毋过这罗西亚甲乌克兰煞互相跳出来指控，讲对方有攻击，尚无造成5个人死亡。这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讲，今年因会有100万架的无人机甲 F-16的战机来增加国防的实力。也那罗西亚的总统普丁，伊对这个战争的部分是无特别讲啥，伊干那俄罗西亚的国军就是英雄。俄乌战争已经持续超过1年10个月，这几天双方冲突搁升悬，持续到新年头一天。
俄罗斯是讲，乌克兰军队攻击俄罗斯所控制的顿内茨克，至少造成4个人死亡。然乌克兰的官员是讲，俄罗斯对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展开新一轮的攻击，至少1个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看年暝新年致辞中就职讲，要伫2024对俄罗斯军队发起愤怒行动，毋过无提起目前前线作战的状况，也甲去年6月发动反攻了后的情势。伫泽伦斯基发表新年谈话较无72点钟前，莫斯科则拄啊对乌克兰城市发动修炼式飞弹甲无人机攻击，这是俄乌战争以来规模上界大的空袭之一，造成39个人死亡。Сильніше за цю війну. Бо ми такий народ. І такий народ надихає, ви бачите, надихає весь світ. І таку державу хочуть бачити у європейській родині. 今年3月，俄罗斯就要举行总统大选，总统普廷伫新年致辞中，敢若顺续提起乌俄战争，佮俄国的士兵是英雄，同款嘛无讲到是毋是有几60万的俄罗斯士兵死亡还是受伤，佮较无讲到冲突已经探到俄国西部边境的贝尔格罗德城市。Хочу сегодня обратиться к нашим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м, ко всем, кто находится на боевом посту, на переднем крае борьбы за правду 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Вы наши герои, вместе с вами наши сердца. Мы гордимся вами, восхищаемся вашим мужеством. 泽伦斯基伫元旦谈话中表示，乌克兰的军火库今年会增加至少100万台无人机，也甲西方友邦所提供的 F-16战机。普廷是形容2024是甲顶年，甲去年普廷身后笼罩是穿制服的军人比起来实在差真济。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这位52档的丹麦女王玛格丽特2世，伊伫新年的演说当中宣布要退位，甲这个为让予55岁的大囝佛瑞德里克来接任国王。这个女王是讲，去年伊的脚趾片有开刀，所以即马决定要甲这个王室的重担交予后一代。83岁的丹麦女王玛格丽特2世送予丹麦民众的新年礼物，是伊要伫1月14退位的消息。玛格丽特2世伫1972年继承王位高达52年，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2022年过身了后，伊成做欧洲在位上久的君主。2023年6月，也成做丹麦王室史上在位时间上长的君主。1963年，23岁的玛格丽特2世以公主的身份访问印度，即使无抢为条纹礼服搭配白帽仔的造型，显得真大方。伊伫31岁继承王位以来，作风一直真亲民。伊主修考古学，高精通几个国的语言，也真有艺术成就。捌几摆举办画图古典。哥本哈根现代美术馆收藏伊的画作。2023年受邀请担任芭蕾舞剧的场景设计。迄当时，伊因为脚趾片受伤，拄着拐影到现场工作。It's wonderful to see them when it's on stage and to see them using the costumes and the scenery that I've designed. I'm an old woman by now, but it makes me feel young. We have a queen that, in any area, sets the idea of taking part in the creative industry of Denmark. 玛格丽特2世伫2023年2月接受脚趾片手术，伊伫新年演说表示，手术互伊思考未来，也决定应该交予后一代时机。伊的大学学生55岁丹麦王储弗瑞德里克会继承国王，那特别成做王后的王储妃玛丽是澳洲人，两个人伫2004年举行婚礼，结婚了后生有4个囡仔。女王伫2022年宣布取消将细汉后生尤雅金王子的4个囡仔的头衔，理由是参照欧洲其他王室精简君主制的做法，也予伊的孙会当有正常的生活。也毋过有媒体报道指出，尤雅金其实微恋大兄的王储妃玛丽，造成王室的家庭关系陷入混乱，予女王采取强硬手段。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今仔日国际上又阁有啥物款的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
美国海军去年12月30日伫红海甲也门的这个叛军青年运动3只船拢甲拍落来，即马传出英国当咧考虑要对这个组织来发动空袭。英国的国防单位表示讲会采取直接的行动袂张图，目标就是要守护红海自由行船的权利。欧盟主席西班牙宣布讲，罗马尼亚甲保加利亚会加入申根地区，对2024的3月底开始，这两个国家海上甲空中袂搁再有边境的检查。这个方案若准实施，申根地区等于讲是包括所有的欧盟成员国。美国纽约时代广场逐冬拢有新年的活动，也毋过当地煞伫个元旦的时发生一个司机赛车弄入活动现场的意外，造成9个人受伤。另外，咱要来看国内台铁公司昨挂牌，这民众关注讲，这车票到底敢会起价呢？台铁的董事长杜美是表示讲，目前还阁无方案，今年按算会开始来讨论。另外，这目前当咧连续旧历年要依法休困的台铁产业工会是讲，这挂牌是一时的，希望讲台铁会当用合理的薪水，甲人才留落来，落实安全的改革。欢迎高层全部到为国营台湾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元旦显牌营运，假期总计超过1700亿个地基债务来清零，由公司偿还基金偿还。公司化了后，土地开发放松，也来各界关心已经28年无起的台铁票价是毋是调整？台铁议员强调，即阵无方案，未来要评估票价需要调整，会上董事会来决议。台铁公司目前没有任何调整票价的方案，公司的安全跟服务做好，我们在今年度我们会开始来研议，来进行这个研究。迈入137年的台铁局，改制为台铁公司哈，那它从一个行政单位，变成一个企业单位，能够提高它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安全服务的一些设施。显牌典礼上，台铁也公布这边换发的新制服，像是维修人员会换穿感觉色服装，司机员也配发全新的行李箱。台铁董事长杜比也宣领一级主管，算是安全改革决心。另外，泰鲁阁事故家属代表也受邀请参加典礼。家属讲，台铁100年老店公司化议会已经讲20几年啊，将因是重大事故改制，期待台铁公司化做一变革用重生。安全其实没有终点，但它也已经不能再等待。那我们其实也知道，未来公司化其实还有很多难关要走。台铁公司在今天挂牌之后，这个风光一时之后，必须要去思考到后面到底要怎么样去来一一的去兑现这个当时的安全改革的这个承诺，以及公司长远的发展。因为不管台铁对司机员甲站务员奖金差别太无，台铁产业工会进行研发起今年外加班的人数会伫1月底统计，并且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决议下一步。对公司化了后人无够的问题，台铁讲，离体整形的集中伫1月到2月，已经对基层抽调人员来训练，今年前人就使补起咯。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宽中的轻铁开10年的时间，总算伫个去年的年底完工啊！即马高雄市政府是宣布讲全线通车，对元旦开始来试营运。市民是认为讲这10层的路线对咱的观光是真有帮助，也毋过嘛有人讲这轻铁的速度伤慢啊，通勤是真无方便，所以交通可能会搁较窒。即马针对这个问题，高雄市的交通局有量早规划10个路口要来消透车流量。轻铁车首因黄色真古锥，也毋过车首新造型，毋若是应用月底，特别重返高雄的黄色新的一个元旦，高雄市府宣布宽中轻铁正式成员，暗时6点起通车试营运。整个新建的过程，我们也体验了一件事情：轻轨那么困难的工程，面对那么多的沟通，我们用诚意、用我们的毅力、用我们的专业来说服市民的时候，没有什么困难可以抵挡高雄前进。宽中轻铁为2013年6月起分段时间通车，期间因为离解沿线居民反对甲震动问题，经过工程延迟停工，用10年时间总算成员。好完成，轻铁一届的前高雄市长陈菊也特别落蓝见证通车时刻。你要高雄市道的话，就要做这个比较方便，它可以做到每一个角落都有，尤其是观光景点。
列车为大顺路段出发，天气上炎了后，观光路网更加便利，未少市民无敢骑行。因过设置的爱90分钟的天气，要市民认为速度上慢，不利通勤。太慢了，就变成说我上班可能就是要提早出门，然后因为其实我们家就住旁边，所以这个轻轨通车，还有在之前的施工期，对我们两边的住户来说都是非常非常不方便。除了不利通勤，民众也反映大顺路段车流量大，即马阁因为天气跨度缩减，造成公车爱甲骑车抢路。虽然交通局伫去年底已经开放10个路口倒换疏导车流，但过实际生效安怎，恐怕要等通车1阵了后才会当知影。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昨发表新年的谈话，这也是伊落任进前最后一摆。伊讲，这8年的政绩，也呼吁民众大家呢一定爱伫大选的时，用这个选票来替台湾做上好的选择。也拿这个中国的主席习近平，伊是搁再强调统一是一定爱做的。蔡英文是回应讲，这两岸的未来应该着爱透过这个民主的程序做回来决定。如果问我这8年的关键字是什么，我会说是世界。世界的关键字是什么？那一定有台湾。以控制处第一天总统蔡英文发表任内最后一摆的新年讲话，讲8年任期政绩包含客观，台湾国际能见度推动国防自主甲改革，强化经济竞争力等。最后伫个大选用选票为台湾做上好选择。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新春贺词内底，伊明确表示，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各必该同时介入选举。蔡总统回应，两岸未来应该透过民主程序来决定。两岸的关系，要和气和从哦。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符合民主的原则，那以台湾人的共同的意志来做这个决定。蔡总统也希望两岸应用和平对等、民主对话，找出长远稳定的共存之道。外界关心蔡英文是不是认同在竞选的赖清德副总统进前提出将中华民国宪法当作两岸的护国神山下带来灾难的讲法。伊指出，是国民党主张用9日共识做基础，甲中国协商互动，将9日共识甲宪法参照回讲，所以互人真忧虑。92共识、一中原则、1国2制，就是3位一体的对台方案。如果一味的附和92共识，只会将台湾人圈入在中国所定义的92共识。沟通固然重要，但是以主权来交换，未免也太沉重了一些。中华民国宪法不是风险，跟92共识的连结才是风险。蔡总统强调，家己甲赖清德拢是照宪法定相关法规处理两岸事务。另外，在野党批评8年期间死刑执行真少，蔡总统指出，台湾无废除死刑，目前死刑犯拢伫个行实现定数，死刑废除牵涉议题正宽，政府会努力预防犯罪，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安全网顶制度。记者综合报道。今摆离总统大选是剩无2礼拜，中国主席习近平就讲一定爱统一。有学者认为讲这有影响台湾大选的意图，伊也讲这款的讲法，就是因为烦恼台湾最后会愈来愈滑向美国。迎接新的一年，离1月13总统大选剩无2礼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1暗时发布2024新年电视谈话，伫2项议题，伊讲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学者分析，伊想要影响台湾大选的意味真高。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我们马上要面临选举，那么当然，他们会想办法去影响选举的结果，特别是他们当然期待不希望绿营能够继续执政，两岸要共创什么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等，这是他们的基本上一种统战的宣传的用语。郑树焕认为讲，对习近平的发言伊并无意外，这是北京自我肯定的讲法。嘛分析顶一日国台办批评赖萧配是毒上加毒，反映中国焦虑的情绪，无希望台湾走向亲美自立的局面。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31中国央视公开2项歌星做伙演唱的影片，13个台湾的歌星演唱明仔载会更较好的这个歌，
毛艺人佫讲到两花一家亲，互看做统战的意味真高。即嘛传出台企联要求台商小额捐款予国民党，反腐买数都要加200块，才较好辨识是台商捐的，去互外界解读，恐惊有利用台商介入选举的嫌疑。这个民进党已经这个紧张到，或者是已经疯狂到啊，这个无所不用其极，每天都搞任何的手段啊，放假消息或者是制造假新闻。这一方面是中共外力介入台湾自由民主选举最明显的例证，台企联竟然甘于担任国台办监控台商是否有捐款的打手哈。中国军方元旦持续扰乱台湾，一直到早起6点为止，国防部侦查到4架中国军机、4架中国军舰，持续在台海附近的活动。国军持续严密监控甲应用。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开始要来恢复一档的义务役，在做兵就要接受新兵的训练，包括拍枪甲使用炸药等等。国军就表示讲，除了要试验新兵的技能，也要互因了解战场的情形。或者是分析讲，这个训练教育对新兵来讲，会当互因适应对民众变做军人的心态。包含汉光演习这时段演训，就是为了提升国军心理素质，验证正式练兵的成效。因来今年开始恢复一年制义务役，民国94年除了后，越南入伍会接受新兵训练的进行教育。炸弹在旁边先炸一下，就是不会受伤那一种，可能我们就比较有办法应对。哪天真的战争来的话，那就可能会有更多的有那种经验可以去应对。国军讲，除了要验证完成入伍训练的新兵战斗技能，总统处地嘛要同步体验战场的情况。在演练期间，采用射击机枪空包弹和数枚的 TNT 炸药，用来模拟战场上的真实环境，也在提升他战场的抗压性和心理素质。义务役新兵进行教育，包含训练场内底设置突破化，高班帮在到处站点来验证，也配置机关枪一直射击空包弹，也有军啊破 TNT 炸药实施爆炸，就是要模仿战场的情况。学者分析，这项教育对新兵加速适应由民转兵的训练过程有帮助，验证基本的战机也考验心智。枪声、炮声啊，或者是那个爆炸的声音等等啊，让他们实际有这样子的心理的体验。训练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实际上那个接近战场的一些这个训练，像射击的时候的那些行进训练啊，变换这个阵地啊等等。不过，由义务役役期对4个月延长到1年，加上现阶段规定，军人非战时犯罪无受军法的审判。外界烦恼部队步行犯伤，违抗命令，逃兵才发生机会提悬。国防部讲，已经配合做谈的时机，请检察官严肃看待步行，也个违抗命令，以及集合证人来相拍，才破坏军纪案件，对严重影响部队案件会肃查严办，申请法院将当来量刑。记者综合报道。当时元旦有真侪人是半暝就去等要看2024的日出，也毋过这天气其实无介偌好，所以花莲、屏东甲台南拢是因为这个云上高，无法度看到日出。也若阿里山的日出一开始是互这个云海炸掉咧，也毋过等云散去了后，山顶的日头光也是互人感觉真满足。日空日数阿里山的头一个日头光为云海中捅出来，散出流爱金光。大批游客元旦透早都来到竹山怪一平台，随着音乐等待日出。等20分钟，云层渐渐散开，日头总算走出来。虽然无真有气势，日出大景，游玩客运真侪人摕手机翕相。要么其他所在都无遮尔幸运，无论是台南左镇，也是屏东龙庆草原。游客现东方伫草原等啊等，煞因为云层上高，无缘看到今年的头一个日头光。在等待这一刻。对啊，哦，今年第一次来的，会觉得失望。对，明年还要来吗？要。2024国考1次过。就千名来自各地游客，大家兴趣无减，欢喜下完，互相讲新年快乐，期待明年过来。那伫东部花莲，游客透早穿高外套来到七彩潭烟花，伫强大海风中等日头光，可惜天公伯啊，游玩是无到早工。对啊，我太敏感。
我在这里读2年是还没有看到过，就是你来都灰蒙蒙的，都是灰灰的，都看不到，对吧？学生连2年拢无看到日头光，虽然有一寡希望，不过多数民众也拢认为，就算无看到日头光，新的一年身边有家人朋友陪伴，平平安安，就是上大的幸福。记者综合报道。这新历年，民众拢要来抢好彩头。伫南投德山的指南宫，就有人咧分钱宝。有民众是12月27就来排队等要领。另外，伫台南永康的火车头，也有真侪人来排队买新版本的永保安康火车票。3、2、1。伫咧倒头顺当中，长长的人潮开始向前。今年南投德山指南宫钱母发放，有民众5天前就提早到现场来排队，直接伫咧指南宫周边来录影，都是为着抢到新年的好运气。就27号，27号下午才来，排到现在多久了？就是大概5天吧。庙方表示，因为今年是龙年，排队的人潮也比往年搁较侪。元旦早起，排队的人潮就超过了8公里长，初步估计大概有10万人。昨天晚上大概傍晚就已经将近5000个人来排队了，现在已经一直类似已经排到满了，所有停车场都爆满，比往年都多，因为我们一直有预感今年人会特别多，因为龙年嘛，所以我今年准备4500几粒的这个金鸡蛋，金鸡蛋里面都有奖项。没关系，大家人如果没有拿到金鸡蛋，最起码你还会拿到我们的纪念币、我们的钱母。伫咧台南永康火车头嘛出现着人潮，为着就是来抢到这张火车票，因为台湾铁路管理局转型，今年元旦挂牌成立国营的台湾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原本卖票的单位是台湾铁路局的火车票，将加入历史。这次买几张？总共超过100张。因为今年1月1号开始，台铁已经改制成公司化，所以我们发行的这个纪念票也有做一些小小的更改。本来是台湾铁路局，那这个纪念票改成台湾铁路这样子。因为台南市的永康站到保安站的永保安康，名片是来硬卡车票，因为有吉祥的意义以及纪念价值，真侪民众抢买收藏，都是希望留下纪念。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各地拢咧迎接新年，英国的伦敦是用情歌社来庆祝新年，也那澳洲、纽西兰甲杜拜等等，拢是放烟火来庆祝。中国是有一寡城市因为这个安全甲污染的问题，所以禁止放烟火。也那要咧小镇的地区，亲像是俄乌战争，甚至是以下冲突，这当地民众是祈求和平会当赶紧来。离婚历史透早饭店，英国伦敦的大本钟响起新年钟声。同时间，英国广播公司 BBC 也同进行跨年共钟仪式宣布，这项传统已经100周年，大约10万人在星空下看这场15分钟夜空演出，包括发射1.2万支烟火，出动600架无人机，加点到430拍的电火，伴随灿烂烟火点火，点开新的一年。欧洲真侪高大城市，像德国柏林、希腊雅典、意大利罗马等，拢用壮丽声光点到夜空，带来全球同齐告别2023。澳洲雪梨港湾大桥雪梨歌剧院以传统烟火甲电火表演迎接2024，现场超过100万人，相当雪梨人口1/5，同齐欣赏。当局部署真侪警力维安，根据政府资料，当年全球有4.25亿人受看过甘波岛大胜。同一波庆贺跨年，也有纽西兰上大城市奥克兰的天空塔，以500斤的烟火继续放大约5分钟。奥克兰海关大桥也好照光。香港维多利亚港灿烂的烟火点到夜空，比较之下，中国真侪主要城市因为安全甲避免空气污染考量，禁止放烟火，显得较安静。印度新德里灯号突然无达到，跨年烟火，互人伫喜庆中不免烦恼健康受影响。泰国曼谷招聘野河举办跨年岛大送活动，为元旦到跨年吸引110万外国游客，即天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6成。日本半暝啊，寺庙神社钟仔声响起，也会当啉到免费的小牛奶甲番麦汤。东京城中时有来自国内外游客排队共钟，祈福系新年愿望。
穏やかに過ごせていいです。世界上关摩天大楼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代表哈利法塔帮总管宴会迎接立功历史。当地小镇以色列特拉维夫代表阿兹列里中心都去电话同齐迈向胜利，和哈马斯口爱人一家小机关亲人赶紧回来。We will have good news from the deal. 以穆斯林上座的巴基斯坦政府禁止所有跨年庆祝活动，表示团结，支持当地受苦的巴勒斯坦人。赶快处理战争的俄罗斯安定甲去年同款，因为小镇取消新年宴会甲音乐会等庆祝活动30。西部边境城市贝尔格罗德和乌克兰攻击带走24条人命，部分所在已经将跨年庆祝取消。公司新闻因为连编译。新年新气象，要毋过美国有人是无稀罕过新年，颠倒是赶伫个最后一天要来结婚，因为大家认为讲这12月31，若准用英文的方式写起来，就会变作是123，讲安尼真有意思。纽约时报广场跨年水池球慢慢降落来，几万人倒算准备要来跨年。2024年来临，现场响起招牌乐曲《友谊地久天长》，民众情绪真悬。伫五彩纸片内底互相南调咧小真祝福。迄天虽然是落48雨，依然有真侪人来到世博广场的周边。酒后10几点钟，目的就是要体验跨年的浪漫甲热情。四周是充满法兰克辛纳区的名曲《纽约》，互人暂时袂记的世界上持续不断的冲突，也有这个安全的问题，大家拢欢喜迎接新年。南美洲的巴西比纽约提前1点钟迎接新年，里约热内卢沙坡顶面精彩12分钟宴会表演。和暗时这天顶变甲真光真水，伫山顶的耶稣救世主雕像来看，场面更加是真壮观。有真侪人无条件迎接新年，要赶伫2023年的最后一天结婚。用安尼一来，结婚纪念日写做数字，大号就是123。这样特殊一个真歹拄到日子和快速的结婚的圣地拉斯维加斯，有真侪人挑工来遮结婚。1, 2, 3 is our code that we've always had before we were married and dating. That when we sign our love letters and notes and cards and stuff. 有结婚真久后，无选这日子，搁再结一摆婚。有人看到数字特别，就随行动。伫拉斯维加斯经营做结婚较长的业者，估计一天大概举办150场的婚礼。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德国因为去年跨年暝发生民众甲警察弹炮的案件，所以今年在德国的警方是出动4000人去维安。若准备入去特定的区域来看宴会，就要先经过安检。布兰登堡门灿烂的跨年宴会，当年吸引大批民众来欣赏。要么今年想要进入特定区域收宴会，要先通过警方的检查站。看到为头前起摆甲长长的队伍，每一个人拢爱拍开牌影，接受检查，还是超身躯，以确保无炸宴会，还是违禁品。Es wurde gesagt, verbotene Gegenstände, was ich jetzt nicht ganz weiß, was sich alles dahinter verbirgt. Aber prinzipiell nach den Erlebnissen der letzten Jahre finde ich das eigentlich erstmal ganz in Ordnung. Also, ja. Warum wird das nur in diesem Gebiet gemacht? Und vielleicht es ist ein bisschen traurig, weil ich bin hier aufgewachsen in Deutschland und ich habe das noch nie gesehen. 德国警方会安尼谨慎，是因为去年必定跨年暝，捌有人伫民众真济广场以宴会攻击警消甲救援人员，也造成行政甲记者受伤，加上受到以哈战争的影响，德国分别支持以巴立场无共的民众，捌伫示威场合爆发冲突，所以跨年暝发生类似冲突的风险真悬。所以今年必定特别投入4000警力，维护治安，创下几十年来上大规模。为了避免发生代志，必定警方禁止一场伫跨年暝举办的向巴勒斯坦示威活动，为维安任务执行到元旦透早6点，希望和民众平安度过跨年暝，快乐迎接全新的一年。公司新闻在回应编译。美国 NASA 研发一款机器人，目前正在测试，希望讲未来会当送上太空来倒处理一寡维修也是高风险的任务，让人类的太空人会当专心来做研究。美国航空太空总署所研发的这款被称作“鲁布型”的人形太空人，身悬188公分，重136公分，形情配有亲像更替人架起心脏的指示顶，伊的动作真沙利，会使用双手扭开拉链，提出包裹内底物件。
NASA 专家讲，人形机器人设计的初衷是希望再发挥甲人类相关的功能。现阶段，女武神若爱具备爬楼梯、开车甲清理杂物的能力，会代替人类建立核灾区才会开险的科学，未来爱上太空到火星顶面来执行任务。So we're not trying to replace human crews. We're really just trying to take the dull, dirty, and dangerous work off their plates to allow them to focus on those higher level activities. NASA 专家讲，未来机器人上太空了后，渴望协助处理高风险的工作，比如讲清洁太阳能电池板，也是检查太空船外口的设备故障，让太空人会使专心伫探索甲研究这更加重要活动。实际上，早在2011年 ，NASA 就甲头一个人形太空人送上太空站，分担操作控制界面、测量通风口气流这任务。另外 ，NASA 也甲其他民间公司合作，希望多方面来互人形机器人发展是更加进步。像这款叫做阿波罗的机器人，主要功能是伫仓库甲工厂内底移动这个包裹，协助物流供应链。就伊的功力是更加真卡进步，会使在无边的地面四界行。And so what we were demonstrating today is walking over disturbances or rubble. So there's a bunch of different objects, soft objects, hard objects, and just demonstrating that even though Apollo has never seen those objects before, it has the ability to balance. 不过，也有人烦恼，人形机器人是不是抢走人类的饭碗？美国商会引用数字显示，美国这阵950万的职缺，就算650万失业工人拢找到工作，也是有欠工的问题。机器人的研发目的会注重协助人类解决问题，以免受过烦恼取代人类。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伫澳洲上北边的阿纳姆，这野生的水牛大概有2万多只，也毋过因为这水牛迁徙有较紧，佮袂集中，所以靠人工实在是真歹观察。即马官方就用卫星来监控。根据澳洲当地估计，目前分布伫北领地的阿纳姆地区的野生水牛大约有2万多只。当地真侪负责观察甲监控水牛动态巡警，拢是有关居民组成。不过巡警人数有限，要掌握22000平方公里这么啊宽的范围实在吃力。所以澳洲政府所属的联邦科学工业研究院 CSIRO 甲微软公司合作14年飞机，希望掠到2000只野生水牛样本，伫牛的耳孔绑卫星信号追踪器。这个叫做太空牛的专案计划，除了要研究水牛族群的生活甲迁徙模式，也希望会当大声判断野生水牛族群的徙动路线。所以太空牛专案的另外一个目的，是要协助保护土地甲重要文化遗产，免受野生牛群的吞噬。Introducing the new Space Cows project, a smart herd management program that tracks feral herds across more than 22,000 square kilometres in the northern region of Australia, from Arnhem Land to the Cape York Peninsula. Using the innovative combination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low Earth orbit satellites, and Microsoft Azu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latform to interpret the data, Indigenous rangers have new tools to help manage their land and create new economic opportunities. 负责专案计划学者指出，澳洲过去伫这方面的研究上少，既然有现代科技做工具，就会当善加利用。There's very little surveillance that happens in these areas. So now we're starting to build those data sets and that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eline disease status of animals. This really, large-scale tracking project, probably of the largest scale from a wildlife or a buffalo tracking perspective that's ever been done. 阿纳姆地区是澳洲的原住民保留地之一，水牛伫原民文化甲历史中也有重要的地位，所以这个结合传统智慧甲现代科技的计划，当地原住民也积极参与。公视新闻齐家珍编译。今仔日天气如何？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14到23度，中部地区12到24度，南部地区是13到25度。东部地区14到23度，外岛地区10度到20度。以上就是这个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